綠公仔行、紅公仔停係香港沿用已久嘅行人過路方式，但係隨住社會不斷進步同發展，而家全球已經有唔少地方應用行人交通燈倒數器輔助行人過馬路，讓大家可以更加清晰準確咁掌握整段過路嘅時間，進一步提升過路安全。香港為此亦都展開過測試，不過多年嚟仍然只聞樓梯響，遲遲未有落地推行嘅新進展。運輸署最近揀選咗16個過路處進行擴展測試，預計擴展測試可以提供更加全面嘅數據評估，預料喺2026年中會有初步嘅結果。位於東區嘅柴灣道同新下街交界係其中一個測試點。當區區議員何毅監認為政府應該盡快全面安裝行人交通燈倒數器，強調呢一件事唔可能需要拖延近20年。由2006年去到今日，其實今日都2025年啦，係咪？已經接近20年嘅時間。點解好似一件咁簡單嘅事都要好似拖咁耐呢？無論係亞洲唔同嘅地區，我哋祖國又好，或者亞洲其他地方，以至到歐美，其實都係有用呢一類型嘅倒數計時器，其實都係方便翻啲行人去 adjust 翻佢哋自己嘅步速，尤其是見到老人家啦，行到中間，哎呀死啦，轉紅燈啦，就避免呢啲尷尬嘅情況。對於過路嘅人或者係對於駕駛者，其實都係好事嚟嘅。行人交通燈倒數器並非香港獨創，喺全世界已經有唔少地方採用嘅情況下，何毅監直言香港喺呢一方面嘅進程有啲蹉跎歲月。其實喺我哋跟進呢一個嘅議案嘅時候呢，議員都不約而同提出一個意見，就係點解唔可以多加2-3個點呢？我哋唔係為咗俾街坊去望到咁簡單，我哋希望係盡快收集一啲比較多嘅數據，從而令到成件事可以盡快落到地，有一個最適合香港嘅倒數計時器出現。堅雜誌嘅記者實地走訪東區柴灣道與新下街交界，以及已經試行行人交通燈倒數器一段時間嘅東涌達東路與美東界交界，發現大部分市民對裝設行人交通燈倒數器反應正面。就唔會衝燈啊嘛，知道仲有幾耐嘅。倒數器可以即係俾我哋更加清楚大概幾時就會完啦，咁我哋就可以快啲去知道佢係即係應唔應該行，夠唔夠時間咯。提醒我哋快啲幾時就嚟閃紅燈。即係如果佢去到10秒，可能我就唔會追咯。我覺得其他如果都有仲更加好。道路安全議會成員、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就指出，香港自1934年開始出現紅綠燈，而行人交通燈係最近20-30年先有嘅事物。回顧香港交通燈嘅演變同更新進程係比較緩慢。不過佢強調，任何行人過路設施嘅調整或者更新，最緊要都係以行人安全為優先。香港呢，人多車多，地方好窄，其實馬路都係好窄嘅啫。咁所以呢，換句説話講，逐步啦，做咗呢啲咁嘅測試區之後呢，睇一段時間呢，究竟呢，譬如話淨係綠燈倒數，同埋加埋紅燈嘅倒數呢。睇下行人嗰個衝燈，又或者咧，仲有冇一啲失事率？咁變咗係邊啲係適合於我哋香港用咧？除咗個倒數器之外嘅話咧，我哋都要留意一啲咧殘障嘅人士，咁變咗佢睇唔到。而家都係有一啲聲響，但係呢一啲聲響咧，日後咧就要跟翻個倒數器，特別開頭嘅時間咧，嗰個聲響比較慢啲，咁佢就知道咧就開始啦。但係逐步會快一啲咧。同埋乜嘢時間係最後嗰10秒呢？咁呢啲呢，我哋都要做一啲宣傳。香港心理學會會長徐佩宏就從心理學嘅角度作出分析，提到當行人能夠充分而清晰地掌握剩餘過路嘅時間，就會更加有控制感，從而令人安心，有助提升行人過路嘅安全性。行人呢就可以預計到我用幾多時間去到嗰個點，或者去過條馬路咁樣。咁咧就好似個控制感係多啲，控制感多咗咧，安全感亦都係多咗。整體嚟講咧，都係比較上
安全啲啦。喺研究上邊咧，佢哋嗰個發生意外嘅情況係少咗啲嘅，但係即係好少部分，可能1% 啊2% 嘅人咧，好難避免到喺個世界上有啲咁嘅人，佢哋中意違規啊，中意搏啊，中意最後嗰一刻先至去做呢啲嘢，咁對佢嚟講係危險啲嘅。有啲人真係會咁樣，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咧，如果我哋個設計方面咧，都係會比較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嘅，已經係足夠咯。咁少部分嘅人咧，就係靠一啲可能執法啊嗰種方法咧，就係阻嚇佢唔好再犯呢啲行為嘅。